一名74歲本澳男子懷疑不滿妻子準備嘅晚餐，兩人發生爭執打鬥。男子涉嫌利用斬骨刀殺死自己71歲嘅妻子，死者身上有唔少於16處刀傷，送院前已經死亡。男子涉嫌觸犯加重殺人罪，移送檢察院偵辦。個廳間同埋廚房嘅地面係佈滿血跡，並且喺廚房嘅鋅鐵洗手盤裏邊發現一把染血嘅斬骨刀同埋一把剪刀，其中斬骨刀係符合本案嘅兇器。經調查證實，死者同埋拘留犯係夫妻嘅關係，而兩人咧經常因為一啲瑣碎嘅事件咧係發生爭執。警方表示，二人為夫妻關係結婚50年，經常以瑣碎事件發生爭執。二人尋日再次因餸菜問題喺廚房發生爭執打鬥，嫌疑人以斬骨刀多次砍向受害人，直至對方倒地唔起。同住女返屋企嘅時候，發現父母倒卧廚房，報警求助。經醫生證實，死者喺送院前已經死亡。死者身上有多處嘅砍切傷，頸部創口係致命嘅傷。嫌疑人精神狀況穩定，亦都配合調查。夫妻兩人並冇因為家庭爭執報警嘅記錄，司警將進一步調查事件。